線華興龍，第4線宜灣之友，第5線柴灣漁民娛樂會青少年。冇喐個賽制都未除，唉，搞下賽制嗱，個點飲法，你哋慢少少俾啲老人家睇清楚 ，OK， 賽制講埋俾你聽先，係飲第一支嗰個飲晒個樽，放翻落台，跟住第二個上，嚇，評判咧就係咩咧？根據嗰支酒飲唔飲晒。個身失唔失？個身冇失，而飲晒嗰支酒，全部飲晒嘅個身冇失嘅，為之贏，收唔收到？係，好冇？出嚟嘅要清楚嚟個，係咪？仲有一樣喎，嗱，冇得換人，唔係，仲有一樣講埋先，記住，我哋咧爬龍舟係爬到尾嘅，如果爬甩尾嗰個咧。就罰人多支，每人一支啊！每人一支啊！每人一支啊！好唔好啊？好。OK。發覺啲觀眾企後少少，觀眾踎低，後邊要睇㗎，你哋唔好影晒相。踎低，OK。嗱，全部排好啦。係 OK。鼓勵㗎，青少年排呢邊，落嚟，係啦。冠軍大利是一封 OK， 係冠軍先有嘅啫，爬甩尾個罰一支，OK， 排隻先呢度，評判跟住電話之後，跟住華興呢度，跟住評多次呢度啊，唔好黐線啊，好麻煩 OK， 最緊要我揾個評判先 ，OK， 嗱，呢個評判記住 ，OK， 嗱，聽我講，少少，放低少少，阿志華。我揾經直做評判嘛，唔使啦，冇辦法。OK， 得啦 ，OK 啦，唔使搞咁多嘢啦，咩人都唔使啦，瓜子搞晒啦，預備，聽住，1 ready go， 快啱，你反應快，嗰個起步法就係咁啦嚇。OK， 盡量搞咁多，快啊，得 OK， 得啦，嗱記住，全部 OK， 快啲你搞掂佢 OK， 嗱準備啦嚇，你講 OK， 有位睇先 OK， 使唔使得？嗱 OK， 一定要飲晒嗰支樽放翻張台面，然後第二個上，明唔明白？嚇 OK， 大家唔係我做公證。係全部人做公證，明啦。嗱 OK， 嗱我講咩嘢咧就可以裝腰啦，撳住支酒，大家撳住之後 ready， 就要 go。冇錯，陣間會評判佢先，係。我哋會檢查㗎。唔緊要，我哋有體育精神嘅，冇錯。OK， 嗱好啦，嗱 OK 啦，大家都爬晒，爬得好精彩啊！爬梗係精彩啦，係咪先？嗱 OK， 大家望清楚，俾啲現場嘅評判啊！現場嘅評判啊！哎呀，大家望先。大家現場嘅評判 OK 啦，嗱喺時速最快係邊隊啊？見唔見啊？邊隊啊？喺路邊隊？
華興啊嘛，係咪啊？最快，等陣 OK。跟住第二邊隊，邊隊？多二少，嗱你睇啦，冇嘈，冇喐啲走，冇聽評判講啦。評判話事頭先最快，華興跟住第二啊，邊個有冇幫我講下邊個啊？邊個？真咩好？跟住咧第三係邊隊啊？又唔知係咪幫你哋，我叫你哋幫我做公正，全部都冇幫到，係咪先？你話事，睇到。你哋一樣嘢咧真係㗎，唔係我搞啊嘛，係全部一齊，所以呢部船係唔算㗎。知道點搞啊？一支過，你知唔知啊？呢部船咧，得明啊？係唔清楚每隊咧，一個係斜歪抄，一個就打咗車椅，一個就黐咗埋鋪。你睇下，我哋而家頭先講過，係每一支酒咧係咩咧？叫做飲，咩叫飲晒？講乜嘢？講啦。唔係青少年飲得好，但係呢部船咧船啦，OK，船啦係噴酒，OK，再俾個機會咧，一支生。